大地在我腳下，國計掌於手中，哪個再敢多説話？而平六國是誰？哪個統一稱霸？誰人戰績高過孤家？連滅六國，一統天下為大秦，千事萬事皆大秦之江山。秦始皇以武力統一六國，將郡縣制度同中央集權制推行至全國。但可惜，秦代嘅苛捐雜稅同埋焚書坑儒等等嘅政策，再加上秦二世嘅昏庸、趙高嘅龍權，令到秦代15年就滅亡。這明明是一匹好馬吧？長達7年嘅楚漢相爭之後，最終劉氏得天下。如果要研究秦漢嘅中央集權制度，咁佢最好係由漢朝嘅制度入手。漢代嘅中央政府係以皇帝為首，下設陸相協助皇帝處理政務。咁而係皇帝之下呢，就有3公，分別係丞相、太尉同御史大夫，分掌政治、軍事同埋監察。呢個制度同秦代相若。而丞相之下就設13曹，協助丞相處理日常嘅政務。13曹可以話係丞相嘅秘書處。而丞相之下另外設有9卿，9卿就可以話係今日嘅政府部門，掌管不同嘅事務。當談及中央同埋地方嘅關係嘅話，我哋必須講到郡縣制度。郡縣制度係中央集權制一個非常重要嘅標誌。地方係由中央委派官員直接管理，唔似以前封地建國由諸侯管理。漢代就設有100幾個郡，而每個郡下邊就有10至20個縣。郡太守官位2000石，可以同9卿同3公相比。所以話地方官員去到中央做官，亦唔可以話係升官；而中央官員調落地方做嘢，亦唔可以叫做罷官。而地方要向中央上計補，以示政績。而中央亦都將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，派600石官位嘅刺史去巡察。至於係官員選拔嗰方面，有人就話漢代實質上係化家為國，貴族沒落。咁點解呢？就因為係話漢武帝嘅時候設立個太學，畢業學生分為甲乙2科，分別稱為郎同埋吏。如果係郎嘅話呢，就可以喺中央任官；而吏嘅話呢，就可以返鄉政府任職。另外，漢朝一直設有鄉舉吏選制度，由地方推舉賢良，中央就要策問試驗下呢個人。呢個唔係一個定期嘅政策，通常係因為時務所需而舉行。例如政府要派人出使西域嘅時候，就要招一啲通外語嘅人才，去到補充朝廷嘅所需。後來漢武帝認為各郡每年都要推舉孝子廉吏去到中央任郎官，所以就形成咗所謂嘅察舉制度。